聽我睇下，我移向台灣啦。聽下下面呢一句話，佢下面有山羊掛風。如果呢一句話佢移向橫過台灣南部，然後落移到九州正江一帶啊。係啊。跟住聽佢。跟住再係。而家OK。呢個地啊，佢主要環境30幾度海上溫度高溫啦，係有利佢發展嘅。顯示呢個大面海上溫度超過30度或以上，係有利熱帶氣旋發展。佢下面有什麼山羊掛風？呢個係嗰啲啊。而呢就係佢係形容 TD06啊，長尾啊，呢個係嗰啲啊，呢個係 TD07。佢呢個啲啊，佢有足夠水氣啊！呢個西南季候風啦，西南風啦。再我係偏低嘅風鐵帶。呢個主要的風鐵狀況帶啊。